题目是找过来的。喂，喂，好，喂，喂，喂，好。直播有一个问题，马上就好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走啦！
大阵欢喜。耶路撒冷的查某囝就出欢喜的声，看你的王来就近你，伊是公义，搁惊拯救，温柔，搁徛如甲如所生的女仔囝。三甲来回应上帝话，圣诗84首，圣诗84首。
咱所听到的，啥人会相信？上主予伊的福灵，亲像新的影爆出来。伊无好形状，无好看头，通去引咱。伊予人看起，受人气煞。人毋面无看伊，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困。总是咱受讲，伊受责罚。伊为着咱的过失，互枪插。伊担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。咱拢亲像羊马路，上主将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，伊受压迫，受苦楚，伊亲像羊羔，互人牵去抬。伊拢无出声，伊受无公道的审判，互人掠去。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。虽然伊无用暴力，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堆。总是上主的旨意，予伊受鞭拍、受苦楚。伊会当伙想看着行行顺顺，经过受苦，伊会看见光。我伊的福灵要予真济人，真侪义人。所以我要予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分业，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，总是伊担当真济人的罪。同心来祈祷，圣洁尊贵荣耀的天父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河顶的水，诸天宣布你的荣耀，中枪传扬你的作为。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你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！感谢阿罗你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伫万民中拣选阮。感谢你无离开、无弃杀的疼阮，千言万语讲袂尽你的慈爱。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将来伫地的上帝，是你拯救阮的性命，是你赦免阮的罪恶。你的慈爱看顾阮，互阮的性命充满盼望甲恩典。感谢主，慈悲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。谦卑信任，阮有罪恶的本性，容易做歹，面单行好，搁常常得罪你，袂记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。主啊，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赦免阮的罪恶，教示阮，互阮知影阮的歹，洗清阮一切的过失。全能的上帝，你留互人悔改的机会。你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反倒转，愿意人人得救。恳求你伫阮忧伤悔改的心内，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。求你永远保守阮，互阮过着圣洁的生活，会得到平安喜乐。阮也要常常听主，各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你。永活的上帝。一切真理甲平安，拢是对你来的。
即马世界甲台湾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互人惊吓甲忧心，伫人心不安的日子内，阮要用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祈求愿主赐福，互阮的病毒较紧消灭，帮助阮的政府官员对主来智慧、信心，早日互疫情得到控制，互参与的医护人员拢出入平安，互阮的生活嘛恢复正常。主啊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求你帮助阮的牧师、传道、中职同工甲教会的会友，伫疫情紧张的时刻，阮要彼此扶持、彼此照顾，用疼来建造阮的教会。愿上帝甲阮同在。阮将这礼拜空空的节献伫主的面前，求主接纳。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讲：阮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达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意思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。不离带离弃，就叫我厉害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俄罗，请会众复唱。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1章第1节到11节，台语汉语本圣经53页。新约马可福音第11章第1节到11节，台语汉语本圣经53页。
因行进耶路撒冷走干仔山边的八月期到八大年的时，耶稣找2个学生，甲因讲：恁去对面的乡舍，已经入去就要拄着一只驴仔伏伫遐，也袂捌有人徛下，透开甲因牵来。若有人问恁讲啥事做安尼，恁就讲：主欠用伊，连边要互伊倒来遮。2人就去，拄着一只驴仔伫路里的拐角伏伫门外，就偷伊边头徛的人有话讲：恁偷驴仔要啥事？因照耶稣所讲的，甲因讲，遐个人就放互伊去。因就牵驴仔就近耶稣，煞用家己的衫拖伫迄顶面，耶稣就徛伊。有济人用伊的衫铺伫路里，也有的用手机，就是对园内所厝来的。前行后地的叫讲：和散那，伫主的名来的，应该得着福乐。迄个伫要来的国，就是咱的祖公大别的国，应该得着福乐。伫至悬的位啊，和散那，耶稣伫耶路撒冷入殿堂，四界看逐项的物，日已经暗，就甲12个学生出去，到八大年。讲道请吴玉轩传道，讲道题目是期待中的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日是中秋主日，伫今日大家拢知影，是咱的主，咱的基督耶稣，带了真大的荣耀来建立耶路撒冷的大日子。伫因阮的主迄个弥赛亚来时，全城的人拢大声学了讲：和散那！奉主名来的，应该得着学了。这是安怎荣耀的时刻？代表的子孙来到上帝的圣城，一切的人经过遮侪年的苦难跟压迫了后，因期待的王来啊，因的得救者来啊，荣耀跟盼望的时刻来啊，以色列应该要伫这个时阵就得到拯救。但是，咱嘛知影，伫短短的时间内面，遮个百姓在话讲：和散那，和散那，奉主名来应该得到学乐的人，无到一礼拜，短短几工的时间尔，因为声音变做啥？因为声音变做讲定义是日价。安尼，拢有听到？有吼。够新。定义是日价。本来在欢迎耶稣的声，几工尔？今日礼拜日，拜五就受难啊，5工，遮个百姓就要离开耶稣啊。本来在欢迎伊的，讲伊是君王的，在称赞伊的人，煞5工无啊，怨恨伊，要定伊是日价，无当要针对伊。为虾米安尼代志会发生呢？可能每一届，咱在经过今仔日中秋主日的时，咱拢真紧就讲啊，今日了后就要受难啊，耶稣就要受难受死，要过活，咱当做一个过程命命，甚至咱那个阮之前伫新汉伊的时阵。先在讲一个笑话，就是讲，也是有同学唱着利亚讲道的题目是中秋主日的话，安尼伊的讲道真简单，伊就请一个同学来演耶稣，对教堂的门仔口安尼徛一只牛，安尼行过来，然后地面将厝起来铺的，然后到讲台安尼伊就会当就一日价，
安尼伊会讲就了。当然，这是无正经的笑话，但是这嘛反映着，咱每一届讲到即个日子的事，咱足紧的，这是对的，因为代志就是安尼，咱足紧就想讲，营业的背后要受苦，代志非常紧就要转变啦。但是今日咱则想看卖，为虾米以色列的百姓遮尔短的时间，就无要分对耶稣啊？这时间真正是短到咱真歹想象的代志。举一个较无好的例，就亲像咱现今的政治人物，要互一个人要得到百姓的欢迎，可能嘛要1年、2年吧。伊的名声才会歹去。袂讲伊拄好选调命无几工，大家讲阮无爱即个领导者，真少即个安尼的代志。但是耶稣讲5工尔，短5工，所以咱就爱想讲，原因是啥？咱可能想讲，此时阵以色列的百姓，伊上尾的君王是安怎的君王？甚至咱若来想一个问题是，咱上尾的君王是怎样的君王？怎样的领导者？是咱真上尾爱的？也是咱逐个来问讲，咱身边的人，问讲世俗的人讲，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怎样的模样？应该有啥物的能力？可能逐个会讲，做一个领导者伫台湾就是做总统啊，会当互社会较和平的，经济爱好，逐个会当趁钱，国家爱有尊严。安尼可能是大家感觉安尼的领导者是袂歹的，然后上好互规个国家的人民活了会当快乐，会当幸福。也是现在的话，可能倒会加一个条件，就是讲今日武汉肺炎都知影着，上好即个领导者会当带咱来面对即个疫情，会当将伊好好处理掉，互伊除去。莫阁互即个病痛来困扰咱的社会，这可能是咱感觉好的领导者，但是也是咱要想看卖，也是讲一个基督教的君王，咱会有啥物的想象呢？可能咱倒会加几个条件，伊爱敬虔，爱跟对耶稣，爱行公义，爱有正义的做法，甚至咱会。嘛讲伊会当除去邪恶，这是咱对基督教君王咱的想法。安尼以色列百姓同款的问题，伫耶稣迄时阵，问遮个百姓，因有啥物的答案？可能甲咱即个答案无啥无共款。你若是去有，当然是无可能啊。但是咱咧看的时阵，你若是会当问到一个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。伊会安怎甲你回答？伊会嘛讲，迄位要来的君王，就亲像因历史讲马加比迄个伟大的王共款，伫耶稣进前的600年的时阵，以色列有出一位作伟大的王，伊叫做马加比。伊率领以色列的百姓反抗迄时阵，互以色列。拄着真大苦难的国王，就希腊人的国王。迄时阵，伊带军队拍败了外邦的军队，互以色列都有经验，都恢复规个国家有尊严，圣殿都互伊清气，无互外邦的生命伫遐甲以色列糟蹋。以色列上讲的国王是安尼，互规个国家有尊严。会当互以色列国都恢复，但是咱看今日的圣经，咱就咱的愿望，以色列人所愿望的，甲圣经所教导的，耶稣是安怎一个君王，咱来比较，咱会得到安怎的答案？这是今日咱共同来探讨的问题。伫今日咱所看到马可福音的事。毋知大家敢有一届
对第1章看到第10章，一口气把马可福音全本拢读了。也是大家有安尼做的时阵，你会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你甲耶稣在行一条路，行一条对家己一开始行到耶路撒冷的道路。这条道路顶面，耶稣一开始是将门徒带来，伫遐主日，后来伫路里有足侪百姓来开始来跟对耶稣。耶稣就甲因教导讲，什物是上帝的国，什物是福音，什物是人主伫地面要做的代志，也是用今日咱的经文来看，就是耶稣这位君王伫地面要做的代志。耶稣一项一项的教，讲互伊听，用故事，用明白讲的，什物方式拢有。这是马可福音咱看的一个观念，但是马可福音另外一个重点就是，每一届耶稣所讲的、所教导的，下骹的人会听无，会听无。每一届人听了耶稣所讲的，拢无解，拢无要接受，拢无要照耶稣所教的去做。为虾米？马可福音是安尼来传达耶稣的律例，安尼来传达耶稣的福音的。当然，咱袂感觉是耶稣教无好嘛。耶稣是遮尔好的拉比，遮尔好的老师，伊how有可能教无好？咱袂感觉耶稣教了伤深嘛袂嘛？耶稣毋是保罗，保罗可能是真正教了伤深啊。因为伊的道理拢说来说去的，真正较歹了解。咱耶稣讲的话拢诚白、诚浅，甚至是用故事讲互人听的。有耳孔通听的人一定拢听有，但是为什么就是听袂理解的？这可能就爱咱拄仔有探讨着讲，咱期待的君王是安怎？安尼耶稣的君王的模样是安怎？咱伫看圣经的时阵，看来以色列百姓因所感觉的君王，甲耶稣所要做的代志，可能无啥共款，无啥合。咱也是看圣经，咱对旧约看到新约，咱就知影，以色列人400年来，因一直期待有一个君王来拯救因，来救因脱离现今的状况。因受外邦人受压迫、受苦难，而且苦楚真重。但因记着讲上帝有应允，拯救这年来，弥赛亚会来，一代一代的人一直求，一直祈祷，一直望，总算是耶稣来。所以一开始耶稣要来时，百姓想讲安怎？摇散的百姓，因一定有听到讲，有一个先知来啦，伊有真大的权力，伊会当医治人的病痛，伊会当行神业。现今伊徛的牛，亲像先知所预言的同款，徛的牛来进入耶路撒冷，安尼。咱的弥赛亚真正来啊！百姓欢喜到，你看等了400年啊，这是偌长的时间，规个国家在等一个君王，总拍算等来啊！安尼拯救的时刻来啊！咱有望啊！以色列百姓望这个国王，第一项要做啥物？第二项要做啥物？第一项圣殿。互罗马人所控制，国家互罗马人所控制，所以这个君王第一项代志，他要将圣殿对罗马人手中抢过来，最时无得互罗马人来支配。第二个，咱恢复以色列为国家，无得互罗马人外邦的军队伫遮人交谈。这是以色列百姓因所望的。
但是咱看马可福音十一章，咱看到经历耶路撒冷到十一章10节，啥物代志发生啊？耶稣入圣殿，对，以色列百姓望有一个人来清起圣殿，但百姓望的是清起外邦人的影响，将罗马人赶出去。但是耶稣呢，大家拢知影耶稣入圣殿了做了啥物代志？因盘车刀啊，有诶将即做生意的人全部拢赶互走。咱足清楚即段经文，咱嘛袂感觉耶稣做了毋对，但是伫迄时阵以色列百姓，因看到即个状况的时阵，伊是安怎想的？你将钱换钱的所在拢变掉啊！我免怎限制？我平常是摕罗马的钱，卖面有皇帝的相，即袂当摕去圣殿的。我有所在换钱，我才会当限制啊！你将迄袂真细的那个摊贩拢家己赶走，安尼我对来牵牛、牵羊来限制。你免怎，互我倒有一个会当甲上帝和好的机会，所以伊开始怨愤啊！耶稣你遐做安尼的代志，我袂当限制，我袂当得着救啊！因我了解耶稣做了啥物，但是因了解一项代志，耶稣阻挡了因平常时的生活，阻挡了因刚刚圣洁甲上帝连结的行为。所以，因开始就要面对耶稣。倒来，拄有讲过，百姓望的君王是一个应该会晓震惊的国王，会当将罗马人赶互走的国王。但是，当耶稣互人掠的时阵，圣经安怎写？当然，马可福音是无写，但是咱看别个福音书，咱就知影。彼得将刀仔抽出来，要保护耶稣。耶稣讲啥物？刀仔收起来。啊是你是迄时阵的小百姓，你是安怎看？一个君王应该是有足大的权力，怎大的能力，带了规个国家来将罗马人打败。伊煞项家己拢会当保护。项人要保护伊的时阵，又讲刀仔收起来，伊无要反抗。安尼的君王，以色列百姓想讲，这是啥物君王啊？伊无能力，无要帮助咱无啥物要军队伊。所以一开始，迄个欢迎的声愈来愈怨愤，愈来愈无想要耶稣，到最后因望耶稣无伫遮。因为这毋是因上帝的比赛啊，所以最后声就是定义是一个。经文讲到遮，咱到时看无啥嘛，看袂到讲耶稣的福音有啥物会当互百姓听落去的所在。咱看到正正以色列人是安尼，咱当会想讲。当耶稣伫地面咧行的时，百姓就无法度理解伊的福音、伊的道路。现今，咱的社会、咱的世界，咱有法度来理解耶稣的。迄时阵的以色列人，因有看到耶稣，伊就无理解啊。咱现在，至少咱伫地面，耶稣伫天顶啊，咱看袂到。啊是读圣经。以色列人也是讲旧约就好，因爱读了比咱较熟，因对细汉就开始会晓背，安尼咱要安怎来确定？咱袂误解，咱真正会当理解耶稣的道路。是啊，也是讲今日咱真正要靠咱家己的话，安尼咱就毋茫。咱家己的胆，咱家己的信仰，咱家己的智慧。也是咱家己的信心，拢无法度互阮得到救。但是有一项代志无共款，上帝的信息保证咱一定会当得救。
咱信仰的根基，咱信仰的基础是建立伫上帝是信实的，因为上帝一定会完成伊的救恩，所以咱嘛一定有得到救恩的机会。所以咱倒来看今日咱所读的经文，伫第2节、第3节，耶稣是安怎切劝学生的？耶稣讲：恁去遐有一只牛伫遐，恁家己偷来牵来。耶稣讲有备办好啊。当行入去的时阵，因看到啥？真正有一只牛仔着备办好伫遐。耶稣讲有代志着成啊。耶稣讲人会互因牵来，照伊的话讲就好。你想看？有一天，你去借人的乌挡摆，你就讲，阮的老主讲，即个乌挡摆阮老师要用，所以阮就挑走啊。也是你当会借，怪吼，这是阮的物件。但是耶稣讲因会借，学生安尼讲，真正伊就讲好，就互伊牵去啊。耶稣讲的话一定会正，所以对遮咱就看到讲。上帝应允的计划，无论拄着安怎的状况，拢一定会实现。所以，即项代志也实现啊。咱就会当相信讲，耶稣伫其他所在所讲的，嘛一定会实现。咱看到马可福音第10章，耶稣有讲了啥物？耶稣有预言讲。伊会互人交伫祭司的手头，会互人侮辱，会互外邦人来判死。但是耶稣嘛讲，第3日了后，伊会搁活。耶稣之前讲的代志，咱拢知，全部拢成就啊。所以，咱嘛会当相信讲，耶稣有应允讲，伊会备办救恩，会拯救咱。即咱嘛会当相信，咱当相信是耶稣一定会成就伊所讲的话，这就是咱望的所在，并且弥赛亚救恩的确嘛成就哦。以色列人因望讲圣殿会当清气，但是圣殿真正清气啊，虽然毋是因所望的方式。因所望的，伫圣殿外口看会到，莫互外邦人来糟蹋。但是耶稣所清气的，是圣殿内面的人。耶稣所面对的，是人内心的罪恶跟垃圾污秽。耶稣要将遮个倒去，要将圣殿真正做会当敬拜上帝的所在。因第一是咱每一个人的内心。以色列人因期待讲，君王应该是荣耀的，应该因受膏的所在伫倒，做王的所在伫倒，乃是上圣洁的圣殿，上圣洁的所在，伊倒会有大权力，会当率领军队来拍败。外邦人欺负以色列人的，但是咱拢知影，耶稣互人称作王，称作以色列王的所在伫倒，伊是伫价顶，伫上受侮辱的所在，耶稣正做王。耶稣做王的时阵，伊做了啥物？伊担当咱所有的罪过，担当咱所有的苦难，担当一切的死亡，并且伊赢过这一切。第3日了后，王就空去了，耶稣搁活。耶稣要得到的力量，是拯救每一个人灵魂，伊要对遮来得到伊真正的荣耀。总是迄时阵的百姓，甚至是文道，因误解了耶稣，无跟对耶稣，甚至是放杀了耶稣，这样代志了后，耶稣拯救的道路总是无断去。耶稣的道路就是一条继续行，袂受影响的道路。咱看着马可福音第1章
第11开始，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。安尼故事的开始，伫最后第16章，咱看到，就是无一定空啊，死亡一定互赢过了，耶稣的拯救一定临到，福音的故事对遮要传出去啊。所以，咱毋望的基础，咱毋望的根基，就建立在这个所在。咱做一个代，咱可能会做毋着代志，咱可能咱会力无够，咱会将真侪代志弄了乱七八糟的做无好。但是上帝伊的信息会保证拯救的计划一定会实现。也是咱看咱家己的力的时阵，咱当了讲，咱当会当靠人类的力来拯救这个世界。也是这几工大家拍开新闻，应该大家都有安尼的想法。伫即个大灾难面前，咱靠咱家己的力，咱无法度。每一个政府，可能毋是每一个至少9成的政府，咧处理代志的时阵，真正毋知影怎做，乱糟糟的。大家变势受苦的时阵，政府无法度。甚至咱做一个个人，咱面对这个灾难的时阵，咱当有法度靠咱家己的力来面对，咱嘛做无好，甚至是愈做愈歹。是前几工大家有看新闻，大家就讲这病情真严重的，大家莫出去外口拍拍走。但是咱人会安怎做？咱会5万人走去垦丁大街底下踅街，然后都有讲。真敢有讲迄坐捷运的时阵，口罩、手红、喙红爱挂起来。但是咱安怎做？有人讲，我就是无，我就要坐，伫遐坐，到最后警察来处理。所以咱看到，真正是靠咱家己，咱无毋望。但是，今仔日的评论，规本马克福音，互咱一个毋望是。咱也是靠上帝，咱一定有毋望。所以安尼的信息，是今日咱所面对的状况，就搁较有意义啊。今日咱面对的是安怎的状况？大灾难，咱无法度来处理，大家心内惊吓，毋知明在明怎。也是这几工大家有伫老河夜市安尼行，有去听遐个。摆摊的人在摆摊贩的人在讲话的时阵，咧讲的话是啥？歹，明仔载生意倒会当做无？歹啊，明仔载台北上当的风气有无？歹啊，明仔载当有饭通食无？大家心内真正无平安，大家无论去排队买偌济的口罩，排队去买偌济的食物，心内都无平安。咱毋知明日要安怎，但是只是就是咱会当做工的时阵，当大家死到真平安的时阵，咱会当将耶稣的福音、耶稣真正的平安，甲遐惊吓的心来分享，会当扶持因、帮助因，互伊知影，虽然目前的黑暗是遮尔的深。遮尔的长，看袂到头，看袂到结束的时阵，但是有一天，光永远会到；有一天，天的光，黑暗会散开。咱会当伫这上黑暗的时阵，来帮助每一个惊吓的心，互伊有安慰、有平安。这是咱今日上帝互咱大大的使命，是今日。咱真正会当将上帝的福音来帮助人的时刻，所以伫即礼拜受难组，虽然咱诚侪人真无来教会聚会，伫厝内甲大家是看录影，是看手机啊，还是电脑，但是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
你有一个机会会当帮在你身边的人，有一个机会会当实践福音真正的意义。福音是啥物？大好的消息，互人平安的消息，互人有盼望的消息。拄啊好，即时阵人心内真正无盼望，大家真正绝望，大家真正看袂到光，真正足困难的事。但是这是咱会当做代志的事。对，可能有人问讲，咱会当做啥物？咱会当去着病毒消灭吗？可能咱做袂到，但是咱会当带了平安，互人知影，无论是偌大的苦难，无论是偌大的痛苦，无论是安怎的病痛，无论是安怎的状况，上帝的主啊，信心的感动，拢袂离开咱，互人知影，无论世界已经放弃的时阵，上帝的圣手永远在扶持，互伊莫失去一切的盼望。这是咱今日会当做的。好，咱三甲巴头的祈祷。向向我的上帝，我向你恳求，愿你将平安、祝福、主权，搁一摆临到这个世界。愿你怜悯阮的苦难，愿你施行拯救，愿你差遣阮伫黑暗中做光灯，伫绝望中来宣扬盼望的福音。伫倒拢是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再来认真回应上帝的话，信息86首，信息86首。第3点，
宣告做今年年度计划中搁偌一个发送彩蛋活动，因为考量武汉肺炎持续的严峻，调整活动的模式，请以 QR code 的看板，来看救主耶稣受难，甲搁偌济互人带了5万甲平安的礼品，并且进场让人祠堂兑换赠品的方式进行，邀请大家人来参加。参加有2个日期，就是4月初10拜五，甲12暗时7点甲9点，伫教会的骑楼及 QR code 看板，鼓励过路人扫描。第2点就是4月初12，搁偌济礼拜后12点30。甲2点，伫上坑区各定点举 QR code 看板来传扬耶稣国外信息。有意向请陈美玲牧师也是曾庆仁长老来报名。4月12迄天有中答，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礼拜后将奉献的钱放到门口的奉献箱。好，咱即礼拜就进入受难周的礼拜，所以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按照咱的电子周报顶面这经文做伙来默想，来纪念耶稣为着咱受难的意义，并且咱拜五暗时8点，咱嘛有直管，咱嘛请兄弟姊妹去处理，甲咱做伙，而且透过经文、诗歌、影片做伙来纪念耶稣为着咱受难的意义。第二，咱嘛真恭喜。徐伟勋执事甲硕泽姊妹因伫4月初1得到一对的双胞胎，所以因真恭喜，嘛恭喜二号长老因会当搁做阿公甲阿嬷。那咱搁来，咱请头拄后有师会有读到讲，咱的4月12的即个受难搁偌济的即个活动，咱即时请庆明长老来甲咱补充报告。各位小姐，我简单比较补充下一页。因为咱即个发彩蛋的活动，即个武汉肺炎，咱较无适合所以咱改变即个较简单方式。咱的主题就是希望传达，互微信者耶稣的受难甲过活带来，特别是即摆即个疫情的即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情形下面5万甲平安。活动的目的，这我比较下一页。咱就是有甲旧年同款，咱就是扫 QR code，就开一个兑换券。兑换券就是伫4月底以前会当伫咱门口咱合作即个咱人祠堂即个摊位。伊提供的就是讲，即个50块的即个芒果红茶，还是百香果红茶，还是讲50块的即个钓鱼烧。钓鱼烧有2种，一种是30块，敢若是三只的款，50块是6只，就是像豆皮安尼。伊昨搁甲我讲，即个红茶，即个红茶50块，伊即摆搁有迄种60块的伊讲嘛会当互人兑换，对，因为什物奶钙什物你较高级拢算50块啦下一拄则有报告讲咱就是分做2个阶段，一个阶段就讲拜五受难日迄天开始，拜六礼拜3天暗时，伫咱骑路有放即个 QR code 看板，5万有兄弟来报名参加，就是来宣传，来甲过路客来宣传，可以来扫即个 QR code， 扫了就可能用即个方式爱过来想看会用是兑换券，看是实体的兑换券，还是 QR code 的电子兑换券。
这是第一项。啊，每一天拢会有人至少2个4个嘛是会使吼。啊，第二大就是过节，礼拜过节迄天，第一场、第二场礼拜煞，而且简单食一个便当做一个说明会当出去，咱像旧年的至少有6个据点，用石油公家松山车站还是民生园玩市政府这个所在定点来举这个，毋是真高的牌，是这个 QR code 的牌把它宣传安尼。下一页。另外就是讲，我有拜托数位传播组，就是讲，把这 QR code 这影片这个信息会当传到咱教会所有人。咱兄弟爱做一项代志，就是讲每一个兄弟，你至少爱传到10个亲朋好友，将这个 QR code， 将这个影片传到10个理性者的亲朋好友。这是咱像拄则团队所讲的，这种环境，咱会当做的是啥物？就是足好的机会，将咱耶稣过活的信息，带来5万平安的信息，传到你的好朋友、你的亲戚朋友。所以咱5万每一个会友拢会当传到至少10位所以咱拢总需要至少差不多36位至60位欢迎甲牧师也是甲我加报下一页。这大概说明拄则有讲过来下一页。这咱分工有拜托，教会做些事工作，包括小组、约书亚牧区、中正长老、数位传播组、萨姆尔牧区关怀组，拢大家共同来参与。报告到这边上尾有2分半钟的时间，咱来欣赏这个影片。咱真正多谢这个詹义佳老师，伫遮短的时间外底1礼拜的时间做这片，这会当足激励咱的信徒，咱分心咱来欣赏。神是好的吗？如果造物主无所不能，为何他不阻止错误和痛苦的发生呢？难道神不能停止疫情、停止战争吗？神不能命令人们停止作恶吗？神可以的，但他对人的爱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。他爱我们到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。人的始祖被赋予了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但他滥用了这份自由，也因为他和我们所做出一切不好的选择，悲剧的后果吞没了世界。但我们并不是独自受苦者，神所做出最冒险的选择是让耶稣为我们降生，他毫无畏惧地迎向了世界的挑战。他以无比的同情看穿你我隐秘的内心。耶稣甘愿卑微自己，为了不完美的我们，他忍受人类可以承受最大的苦楚，直到最后，他被所爱的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他战胜了死亡，因为神本是无所不能的。是他选择来到我们面前，好让我们有机会透过他获得新的生命和勇气，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盼望。朋友你是否仍然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感觉惊慌呢？你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吗？耶稣就是爱，他的爱将终结所有的苦难和错误。在此同时，他等待着我们认识他、相信他，而自由的选择权已经交给我们，让我们接受耶稣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
郑怡佳老师伫真短的时间内面制作出一段影片，咱了后会将这个影片用咱的教会的群组神传互是咱。好的吗？好，所以讲大家当亲像去年长老头仔所报道的吼，咱伫即个受难周，也是搁偌济，咱无法度亲像以前吼，咱有遐尼济个礼拜，也是活动，总是咱会当用安尼一个宣传的行动，也是咱伫教会吼来举牌仔吼来，互人来传福音的安尼方式。那嘛讲咱会当选择安尼方式吼，这方式会当做伙来传福音。那即时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互咱为着伫住院的圣母者，吼伊即时伫疗养中心伫遐来住院，咱嘛恳求主来保守。健康遐嘛伫呼吸照护中心，吼嘛共款的情形，咱嘛恳求主保守。咱嘛恳求主来医治练营即事的太太的爸爸，吼亮营的爸爸，伊即时也是肺部的问题，伫病院伫遐来治疗，咱恳求主来保守。咱嘛为着淑文者来祈祷，伊伫即个假期了后，伊要来去病院检查，然后将伊的腹肚内迄粒肿瘤甲摕起来，吼，这是算一个真大的手术。咱嘛为着淑文者祈祷，吼，咱嘛为着真侪咧厝里疗养兄弟姊妹，恳求主会当来保守。吼，咱嘛为着拄仔生产的硕泽姊妹，吼来祈祷，恳求主啊，互伊真紧来恢复身躯。吼，咱也为着咱的教会，伫即段期间会当有主的看顾，互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家庭有主的看顾来祈祷。咱开喙为着咱的肢体，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。主，即时阮会当体会到，会当伫你的面前敬拜，是我值得感谢的事。主啊，恳求你保守，互阮兄弟姊妹，无论伫教会，也伫你厝里看直播的，拢会当同心合意，伫遮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为着身躯欠阮的兄弟姊妹，无论伫病院、伫厝里疗养的，愿拢恳求你来保守。也恳求你看顾拄仔生产了后的姊妹，也遮有真济的家庭因得到遮个囡仔，主恳求你也看顾因，保守因，互因遮父母有智慧，会当来教导因的细囝。也恳求你看顾阮的兄弟姊妹，伫疫情的期间，有可能阮的工作、阮的生活拢受到影响，总是主，互阮无失去信心，会当继续仰望你。主，我也恳求你帮赞，互阮透过每一个礼拜的直播，阮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，互阮无受到任何影响，阮影响，阮也会当同心合意伫你面前。恳求主会当接纳阮的敬拜，也保守阮兄弟姊妹，有可能伫看直播的遮兄弟姊妹，因有真侪需要，也恳求你透过阮教会的关怀的系统、关怀的网络，阮做伙来为着因祈祷。主也恳求你来保守帮赞，互阮的教会伫即个期间，阮也会当持守对你的敬拜，也会当持守对彼此的关怀，做伙来实践上帝你伫阮的心上，伫阮的教会是你所要引带阮向前行的安尼旨意。恳求你保守阮的教会，看顾阮的教会，也看顾所有兄弟姊妹，也为着阮的台湾，也为着全世界的祈祷。恳求你来怜悯阮，互阮知影。阮真正是真微细，阮也充满罪，所以上帝，你恳求你，互阮伫即个期间，会特别互阮会当反省阮家己的罪，也互阮会当超找救主耶稣的恩典。恳求主保守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也世界各国真侪所在也受到灾难的，恳求主你也怜悯，也保守全球的基督徒拢会当齐声为着安尼的事祈祷，帮助阮会当伫主你的面前同心合意。主也恳求你帮助，互阮透过遮个事，真正会当敬起来听候你过来的日子，因阮相信主你要过来啊！主所以恳求主你帮助，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努力来传福音，将你听信息传付较侪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时来信息398首，信息398首，因是老将祝祷，请起立。
祈祷的稳定，天马上帝疼痛，信心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